这呢美丽，经过风风雨雨的转变，闻着阵阵的花香味，爱情总是予人凄美，爱甲心肝底依偎。一句甜蜜的恋爱话，咸酸苦涩拢无怨猜。你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你放。对你的思念，掺着淡薄开腔，因为我知影，咱真正无同。你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你放。对你的思念，掺着淡薄感慨。若爱情是幸福的所在，爱情是幸福的所在。苏师兄，我伫台北应该有看到新兰。正是的。那呢？伊即摆人伫倒？你讲带我去找伊，紧嘞！你先莫着急，柯冷静。之前我并无确定我看到人是伊，也毋过你安尼讲了后，我应该是无看唔到人。伊人？我知你要问啥，我无入着伊。我若是会当较早知影新兰的情况，安怎讲我嘛无可能互伊着安尼为我目睭前消失啦。听起来，你嘛足关心伊的。我还阁会记得迄一天，我带少年队到山坎脚的时阵，迄个情景，我看到足唔甘的。为什么一个这么善良、这么痴情的查某囡仔，要承受这么大的折磨？为什么？张君华，你莫安尼好无？我相信，以柯谦开朗的个性，一定会希望在咱心目中都是美好的回忆，袂希望咱拢活在痛苦内底，对无？对。希望新兰莫当甲你同款安尼想。好啊，莫阁讲啊！你无任何人有资格代替柯谦发言。只要我未找到新兰，袂当替柯谦照顾新兰，柯谦根本袂当潇洒离开。你们懂不懂啊？我不懂哎，陈志坚，你莫叫是干那你才是柯谦的朋友，阮大家拢是啊。即马悲剧已经发生啊，咱会用的做就是好好互相照顾，互相安慰。你是安怎一定就要互柯谦离开的阴影留伫大家的心目中？我替好朋友尽心尽力有错吗？你凭什么安尼指责我？我问心无愧，你要安怎看我根本不在乎。陈志杰，陈志杰，我嘛无想要管你的代志，也毋过新兰是我上好的朋友，我不爱看到你对伊有奇怪的想法。你即摆在讲啥？我在讲啥物？你应该真清楚。你就是你最伟大的是无？你真是就是你是柯谦是无？你安尼做，只会互悲剧无法度结束，会互大家活在痛苦内底，你知影无？郑淑玲，你说安尼哦。点讲一句好无？较冷静的啦。我想咱即摆应该为柯谦做的，毋是徛喺遮冤家相骂呢。其实每一个人拢有权利用家己的方式来表达对好朋友的思念，只要是合情合理就用的啊。我看咱即摆当共同为柯谦做一件代志，就是赶紧找到新兰，安尼柯谦才当安息啊。这是我的名片，
不管咱啥时找到新人，要互相联络一下。莫阁生气啊啦！我先来走哈。莫安尼啦，大家拢是好朋友啊，哈，保重啊！多少？过来一下。来，谢谢光临。小姐，谢谢你哦，你就细心就体贴嘞。卖客气，这是我应该。您较顺利哦，欢迎搁再来。再见。哎，罗老，你来啊？来，给你吧。请。罗老，来这是。生意可袂歹。好，请你吧。是啦，去到罗老搭吧。哦好。无要紧啦。小姐，你再帮我收一下好无？好，我随来，请你稍等咧。罗老，来，你稍坐者哈。你哪会遮无细力哈？囡仔若去烫着，恁敢袂起啊？无细力啦。歹势，来来来，行行行，歹势啦，歹势哈，歹势哈，稳好歹势，哈。做无哈？你3看好转。是的啦，头家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真正唔是挑故意的，你敢袂使原谅我，给我一遍机会好不好？你要解释。啊，人客面面都咧去走，你搁讲到这要创啥？王老板啊，你即摆啦，要开死头路是吧？路路，哈？从我入门安尼前后无到10分钟啊，伊所表现的是处处以客为尊的，将所有的人客照顾甲好势好势。这个囡仔是伊救的呢，这款的员工哦，佮互你半暝啊点电话费你都无地找哦，你要甲死头路，你真正有眼无珠呢，啊？路路。我知我唔对，我唔对，我唔对。啊，你知影你唔对，佮踩点遐人，啊，唔着紧去摕边角来甲边讲红啊！啊，恁店啊敢无迄个烫伤的药膏？有啦有啦有啦，紧摕出来啊！小李啊，紧去摕药膏啊！好，是我做啦。对啊，我甲你提醒几落摆啊，对灶骹出来这个骹路安尼都袂用的，这爱改，啊，你哪无爱甲改？老喏，我嘛唔叫人来看，啊有想要改啦，也毋过装潢费遐尼济，算袂好啊。其实我感觉还好啊。您看吼，咱用个伫这个所在做一个圆弧形的鱼缸，用一种亚克力板的材质做的，那安尼是会用个升级，而且佫好看，安尼就会当阻断这边的通道。然后呢，咱再将动线向这个所在刷，安尼人客甲咱工作人员拢袂有真大的问题。我只是凊彩讲讲的。哎，无，你讲得足对的啊！王老板，你照伊讲的安尼去做就对啊。是啊，老总。啊，无采讲哦，我是咧做建筑的，啊，连我哦都袂当想出哦，遮尔简单佮遮尔省钱的方法出来。罗老，你莫甲我笑啦。讲真正，你哪有迄个脑筋哦，会当想出遮尔好的这个方法？你是毋是学过室内设计？我无学啊，只是讲我对室内设计足有兴趣的，而且我对伊嘛有一份真特殊的感情，因为阮爸爸以前是做建筑的。做建筑的啊？那建筑界吼，真少有我毋捌的。恁老爸大名是？罗老，你袂熟悉伊啦。其实，伫个几6年前，阮爸爸因为经营不善，公司已经倒啊，而且阮爸爸嘛失踪几6年啊。头家，你要摕来哦。来，进来，你来我一个。哦。6点半前哪回来了？我是什么代志？头个啊，嘛较拜托的，嘛唔只地个个歌啊，无你即马是安怎？这人学留言，要减肥啊？无啦，腹肚底还袂枵，喙焦咧。
对啦，甲你送便当迄个助因仔敢无来？敢是伊无来，你就无便当食。若是安尼吼，我便当送你食看啦，菜甲摆尔啦吼。啊，300啦，我就讲袂要啦，要我就家己去买就好啦。秋婆，便当来啊！便当来啊！秋婆，歹势，我上班来，你唔知哦。啊，你收钱咯？无安怎，我拄在餐厅出1点仔意外，所以我无法度煮菜互你食，只好委屈你食餐厅的便菜饭，歹势我。你介绍那个嘛？我都甲你讲，你唔通咧，逐工甲我传便当。啊，我要食，我家己就你都咧无用试试咧，要。不要紧啦，秋婆，来，你紧去食啦，看若是恁去就歹食呢。手叫医生看。有啊，你看，毋是包了好好，你免烦恼啦。秋婆，我想足久的，我决定，我还是搬出去大好啊。随在你啊，我嘛捌想过啦。啊，像阮这人咧有血啊吼，食老臭老咸，啊你这个少年搁我大，实嘛是袂下啦。毋是啦，秋婆，我毋是这个意思。你想看卖啊？伫个我上无助、上困难的时阵，你收留我。但是即摆我有工课，有收入啊。也毋过，你还是无要收我的厝势。你安尼，敢若会互我搁较良心不安？我总是袂用安尼一直白吃白喝，赖着你不走啊。其实吼，你嘛免想遐济啦。啊，人甲人中间本来就是爱互相的吼。啊，我互你住咧我遐，当然有我的目的。我嘛希望讲吼，有一个讲话的对象。啊，迄个厝吼，有一个家的感觉。你也阁少年，啊，就阮即款吼，即个年岁安尼吼，你看的起码是你无法度体会。秋婆，啊，你厝内底的人呢？阮老的过身几多年啊？有啦，啊囡仔吼，请大汉，啊，即款移民去国外啦。啊，无人咧插我这个老的，啊，有囝甲无囝毋是共款。秋婆，是啦啦，假使你若坚持要搬出去吼，我袂甲你反对。但是你若因为讲住伫我，就感觉歹势啦，啊，啥物亏欠我啦，安尼想都毋对啊。也毋过秋婆，我总是袂用个看到你为着要避嫌，一直住在公寮内底啊。啊，他我家己欢喜甘愿呢，你走因仔人呢，我会替你设想呢。秋婆，你真是对我足好个，嘛足疼我。我定在想，假使阮爸爸即马搁伫个，伊一定会亲像你遮尔啊疼我。安尼你甲我当做恁老爸就好啊。你无听人讲吼，外省食母牛是敢若食豆腐啦。啊，你若查某囝食阿爸，拄啊敢若你硬猪骹咧你。啊，住伫我遐，拢无人会讲话，安尼好无？嘿嘿嘿，戆查某囝咧。你也遮当作是啥物所在？开恁去咧食饱等死哦！我甲你讲啦，这是老是假势，是大家吼挤破头吼，想要入来大公司啦。报道的时阵，人事室敢无发互你公司章程啊？还是你毋捌哩？看无内底有一条不得无故旷职的规定。也毋过我是因为受伤，才无都准时来上班的啊。你嘛免遮尔受气。非得你无来上班，就是你毋对啊！你莫叫是哦，你是建筑系第1名毕业了，有啥物了不起啦？我甲你讲啦，会晓画图的设计师哦，满满是啊！我想讨厌你这种占人茅坑不拉屎的家伙。你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忘。你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你忘。非得你无来上班，就是你毋对啊！你
你莫叫是哦，你是建筑系第1名毕业了，有啥物了不起啦？我甲你讲啦，会晓画图的设计师哦，满满是啊！我想讨厌你这种占人茅坑不拉屎的家伙。我看你是误会啊！我从来唔捌想过要占公司的便宜。假使你若认为我不适任，我是绝对袂恋战的。哼，一点仔责任感就无啦，要安怎踮在社会上敢会徛起啊？你马上老离开，我已经叫人吼做你的工课啊，你被废啊！即摆到底是啥人无责任感？我也是因公受伤呢，敢讲公司一点仔道义责任都免负？你还阁想要赔偿啊？真正是啥物老爸哦生啥物囝？你是伤散起来，一点仔格调甲水准就无啦。第一，我无需要赔偿，我要公道。第二，我唔准你讲阮老爸歹话。好啊好啊啦，这3000块，互你摕去买药啊啦，莫踮咧遮啰里啰嗦啦。唔免，我唔是去食啦。张金华，你哪日去厕所走出去哈？唔走留喺公司咧找麻烦了，7月半啊，唔知影死我啦。要排啊，要大机啊，细机啊？大机哦，照我大机较好用啊。同样哦。照这种你看，这大机哦，这会使调整哦，大小通吃。你买一支啊，去赢呢？哦。好啊好啊好啊。你啊德国仔滥用，你知无？好诶，你看。哎，儿子，过来一下。讲到家私好歹哦，问阮囝上内行，伊建筑系第1名毕业，你知无？对啦对啦，头个啊，阮华吼，伫咱台北市的建筑公司啊，罗氏建筑公司上班啦。迄行工地就敢若行灶骹共款，你问伊就对啊啦。头家你啊，你足好气的，恁囝做建筑师，你敢做水电，人咧起厝，你2年拢读，啊冒死啊！诶，迄当然的哦，人因工地遐工人用的工具甲材料，里里扣扣，拢嘛伫阮遮买。妈，你想要买啥？你哦。哦。安怎啦？家己补习袂臭粗，人客伫遐你也毋惊见笑。但阮本早就足够啊，你惊啥？诶，老爷，啊，我愈想甲愈有通呢。你也看吼，咱华的负责画图起厝，啊，你负责遮的材料，这吼自头到尾，自内面到外口，拢是恁爸仔囝一手甲包落来，哈哈，咱泡死啊啦！诶，这有一句成语叫做啥？肥啥？肥啥？肥水不落外人田呐。就是这句啦。连这句都唔捌。华呀，等你成名以后我们也开一家张氏建筑。妈妈哦，好想当董事长夫人哦。妈，你即嘛嘛是咱这间店的董事长夫人呐。啊，董事长夫人哦。我唔敢哦，这个店的董事长是恁母啊，我家个是董事长所请店长尔。哎，对啦，你今天怎么那么早回来啊？我想要找另外一间公司做看卖。啊？有啥物啦？阿爸赞成你的决定啊！少年人唔惊食苦，食苦总要食补，就是不要受气，受气掉来像是无有意，你知无？莫听恁爸的话，你来跟妈妈讲，为什么啦？莫问遐尼多为什么嘛？君华安尼决定有伊的道理啊！你唔惊后边你我都饲你饲饱，无要紧，到时裤头好按，走无？你哎，妈，其实是安尼啦，我实在是无介意迄个罗斯副总的做人处事。怀呀，其实你做啥哦，妈妈拢无意见。妈妈哦，只要你有一个稳定的工作，吼，然后再找一个好的女孩子成家，平平安安过日子，妈妈安尼就欢喜啊啦，吼。嗯。我你嫁囡仔你是安那？我来说家长。进来，祝你新年快乐。天啊，
啦。哦，水来。讲来嘞。有青草哦，有青草。来，有手传的啦。来啊，来，来。秀哦，谢谢。吴嫂啊，啊，你这在做啥？恁啦。哎呦，不要紧啦，过年暗吼，愈济人食愈好啊。哎呀，搁再讲，你敢若一家伙仔人咧？来，坐咧，坐。喂，阿嬷就安尼讲啊。坐啊。好，我来捧碗茶哈。今仔日咱大家围炉，这边嘛算是之前来到咱兜头一摆过年。吴嫂啊，换一罐好酒，咱好来庆祝一下。好。谢谢刘叔。啥物咧刘叔啦？谢谢干爹。也搁有咧。谢谢干妈，谢谢阿嬷。安尼唔对对。哎，阿弟这罐对无？对对对。我来。阿嬷，啉水啊。干爹。干妈，你爱豆豆啉哦，唔通啉伤紧呢。而且，干妈，之前歹势，无要紧啦，我一点嘛不介意。颠倒是你，干妈，你敢有受伤？我来当作是客气，就歹势。无要紧啦，干妈，只要你心里好过，你要将我当作啥，拢无要紧啊。子健，真歹势啦。阿嬷，你唔通安尼讲啦。自细汉，我就是孤儿，食大汉，我伫阿舅因兜得到温暖，也无即阵仔伫遮享受的遐多。我介意食，介意大家，介意到我家己拢有一点仔内疚。我总感觉我家己做在原本课前的一切。也毋过有一阵，我会搁咧想，我甲课间一直是有福同享、有难同当的好哥们。假使讲，今晚我会当看到伊的灵魂，伊嘛会捶我一把，甲我讲：你若无替我照顾我的家人，还阁有啥？是有遐多要创啥？今日你应该欢欢喜喜。拢是我唔好，我也毋过，这个话我今日若无讲出来，我惊以后我都无勇气讲啊。戆囡仔，莫想遐尼济啦。阮想你做阮老家的客囝，这世人，咱就是一家人啊，知影无？对啦。吴嫂啊，哈，甲拖较紧扫扫的啦。哦好。安尼也好啦，岁岁平安嘛，表示讲吼，之前来到咱老家，以后咱就会大年拢平安，拢顺遂啦。来来来，来，大家恭喜！恭喜恭喜！恭喜！恭喜！另外呢，我要宣布一个好消息。我伫台北投资的事业非常的顺利，妈，我等这么侪年吼，总算我等到我的出头天啊！
好啊。恭喜干爹！这个年过了后吼，我打算要派人去台北，筹备我的新的分公司。志坚啊，你得赶紧毕业的啦。我等你来做我的副手。好，谢谢干爹。来，咱爸仔干一个。祝咱未来在台北宏图大展。宏图大展。来。台北，心兰，你伫台北过了好无？秋婆，吼，啊，咧煮遐济啊，青草咧，功夫啊，甲咱平常时啊，共阮凊彩食食就好啊啦。袂用去啦，秋婆，今日是30暝，是围炉的日子呢，哪会使凊彩食？我入去将火锅捧出来，咱等个团团圆圆，万年富贵。好，不错。名熬煮就对。这个哇，贵多顶啊啦！来，欢喜欢喜。秋婆，新年快乐，那你开动啊！对，每一年吼，这个时阵我拢有一个朋友，会甲我斗阵食饭，吼。时间差不多，应该爱来啊。哦。偌准的你看。哎，去。罗老。哎，你哪在遮？我。哈哈，我最近的客查某囝啦，安怎有熟悉哦？罗老是我打工迄个餐厅的常客。啊，当时也是安尼哦。啊，若落的是我头。哎，你甲我真正是有缘呢。哎，我多年的老朋友，原来是你的客爸哦。来，坐再讲啦。啊，功夫啊来就好，拢无我一罐遮细罐啊咧。来，坐啦。哎，你今日真正有口福呢，这毋是我编的，拢从心兰做的，会食啊。哦。哎，你这个区的啊，你嘛真暗道呢啊！啊，收一个查某囝，也无甲我通知一下，你真无意思。好啦，连工吼来餐厅办一道啊，我甲你留咧一个。啊，功夫你规日打我现金就好啊。啊，迄个形式上啊，拢总假的啦。上重要吼是要有迄个心啦，吼，啊，我就看这查某囡仔吼，都有迄个诚心，毋则甲收来做客查某囝。啊，那伊的工作态度吼，我捌看过。真好啦！啊，伊咧做人处事吼，会晓讲真诚恳，佮真实在呢。我嘛真欣赏伊啊。罗老、秋婆，你莫阁甲我学啊啦！你安尼讲我会歹势呢。你若是紧食，啊若无等下饭菜冷去，你就讲我煮了歹食。太秀才啊！对，新兰，你去拿2个杯子啊！我足久毋捌看到你这个客老爸吼，欢喜进来的啦！啊，我今日好好甲伊啉2杯啊！好，无问题。哇，这真好啊了，你也放金仔袂啊？这个心兰，伊厝内面敢无什么人心？我是听讲因老爸吼，较早嘛就是咧做这建筑的。啊，这查某囡仔吼，讲起来我那可怜啦。啊，人讲水人都无水命哩，家己是遐台北啦，无依无我无地通去啦。啊，都拄好拄着我，这算讲有缘啦。我毋知影收遐做客查某囝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啊！好啦，罗老、秋婆，来，我恁提哎，烧酒阮家提，啊，你用那无用规工，坐哩，你紧食较紧。心兰啊，我感觉你对室内设计真有天分，你有想要向迄度吼去发展无？你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你忘。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你忘。罗老、秋婆，来，我恁提。哎，烧酒阮家提，啊，你用那无用规工，坐哩，你紧食较紧。
心兰啊，我感觉你对色来设计真有天分，你有想要向迄度吼去发展无？我，喂，到底是咧讲啥？啊，伊读中文系，啊，你叫伊啥物咧室内设计啊？哎呀，你都唔知咧。迄天伫餐厅吼，心兰安尼凊彩建议一个尔，伊咧做工课骹路的问题吼，随解决。啊，伊咧建议哦，唔若讲简单佫省钱，而且哦，佫美观大方哦。嗯，啊，等你熟悉我遮尔久啊，我当时安尼凊彩共学咯。嘿嘿，那这是有影啦。这可人哦，无凊彩共学咯。啊，你若学咯有对哦，我相信你真正有迄个天分。心兰啊，我建议你倒转去大学将册读完，想办法将文凭摕到。你不但会当继续你的本科，佫会当来选修啊，这个室内设计。将来毕业了后，伫选择工作上，敢毋是会当佫加一个机会咧？人啊，唔通放弃哦，你本身任何的一种能力，人生的道路才会当愈行愈宽，知无？要毋过我。你安怎？你惊无钱通我注册哦？哈哈，这你安啦，我支持你。袂用的啦，秋婆，我袂用佮摕你的钱。是咧骗笑啦，哈！啊，读册这个好大咧。敢讲你认为讲我咧甲你斗相共是有啥物企图是无？唔是啦，我唔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……我告诉你啊，你这个客爸吼，西遐巴巴的啦，啊，平常时啊吼，求佫咸啦，啊，难得哦，即摆安尼欢喜甘愿要摕钱出来，你都甲卡一个，加减甲斗开一寡无要紧。少年嘞，拜托，莫挑拨离间呢，啊，阮两个毕业囝感情我算袂歹呢，啊。什么？我咧求佫咸哦，我还要做勤俭啦。好啦，你也莫甲我在遮咧烧钱啦。其实哦，伊要读册的钱哦，早就有啊啦。是安怎讲？心兰是你的客查某囝啊，你是罗氏建设的员工啊。公司有规定讲，员工的子女若要读册，会使申请助学金啊。啊，你就替心兰申请一个助学金就好啊！嘿呦，我早叫袂起你啦！安尼好，安尼你已经安心啊，吼，会用放心去读，一个都无问题啊你，吼，好好啊读，啊唔通辜负吼，阮对你的望啊！对。罗老，秋婆，多谢你。哎呦，吃年夜饭吼。爱快快乐乐啦，哦，我欢喜团圆，明年再好彩头，对吧？对吧？干一杯，来，干一杯，来，咱嚟唱地歌。啊，对，啊，今日是快乐的出发日，武汉的海有呀，欢喜出发日。烟火呢？你看嘛。还搁你生气哦？生气的人应该是你啊！遮尼久一段时间拢无出现，害我就是讲你嘛失踪。以后咱莫搁安那好无？短短半年来，可真走啊，竟然嘛失踪啊！咱身躯边的好朋友愈来愈少，我心内有说不出的寂寞。所以，我嘛重视咱的友谊啊，互咱一世人做好朋友，以后咱永远互相关心、互相体谅，好无？一世人的好朋友。一世人的好朋友，千金不换。那安尼，你对心兰，嘛敢若想要做一世人的好朋友是无？啊，对了，有一个好消息，我一直袂记甲你讲。干姐准备要在台北成立分公司呢，以后伊要将伊的公司业务慢慢移去北部。
伊叫我毕业了后，就去台北甲斗3工呢。那安尼恭喜你啊！要袂毕业，前途就一片光明啊！也毋过上互我欢喜的，毋是这呢，而是等我到台北了后，我就有更较多时间，更较多方法会当去找新兰啊。而且我有爸，我一定能找到伊。志杰，嗯？你是毋是有一点仔本末倒置啊？什么意思？刘叔叔找你去台北，是要你替伊拓展业务，毋是要你去找新兰。我知影，也毋过找到新兰对我来讲，同款重要啊。只要一天我无找到伊，我就一天袂当放心。你有啥物通袂用的放心？你也毋是无了解新兰。我相信，不管发生偌大的困难，伊拢有法度互家己好好活落去。颠倒是你，伫这段时间，你就要找新兰以外，我从来毋捌听过你要安怎规划家己的人生。你靠在理想甲抱负嘞，志杰，敢讲你无发现你家己已经无共款啊？你错了，我真清楚以后我应该做的每一件代志。找到新兰，嘛是我规划中的上重要一部分啊。我甲客谦的感情，就甲亲兄弟同款，我当然有责任甲义务爱完成伊的心愿啊。我要替伊找到新兰，要好好保护伊、照顾伊，我还互伊搁受苦啊。爱情毋是一种物件呢，毋是讲要替换就用个替换的。我根本唔相信有任何人会用个替换客谦伫新兰心目中的分量，因为真爱只有一个。你是要安怎替客谦，互新兰伊所需要的幸福呢？我相信，时间会抚平伤口。我只是希望，在新兰伤心流泪的时阵，有一个肩膀会当互依靠；在新兰欢喜快乐的时阵，有一个人会当陪伊大笑，甚至讲，在伊害怕的时阵，会当有一双手给伊力量。这就是我会当代替客谦和新兰的幸福。这就是你想给的幸福。那你的幸福呢？还有我的幸福呢？国生，有个过年啊，你上爱伫个过年的时阵放烟火。姐姐，逐年拢有替你放哦。你即马伫个日本，敢嘛伫个过新年，敢嘛有放烟火？姐姐就想你，唔知影你即马偌悬啊？生做啥物款？也毋过，我相信你的客谦哥哥伫个天顶嘛会保庇你。客谦。客谦，你好无？你免替我烦恼，我会真打拼，互家己过了更较好。新的一年一定要快乐！希望新的一年会当快乐。你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你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。
快乐！你别，多谢你，你不要救好哎！哎，你别走了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！哎，你进来！哇，哎，你那位张君华。张大哥，你哪伫遮？我嘛唔知啊，食拄啊好。你无拔到伤哦？无。一定是啊，你那一个人。你家己也毋是同款一个人。哇，足水的呢！对啊，足水的呢。咱行下近的来看。哇，我你真乖。虽然你讲甲轻描淡写，也毋过我会当想象得到，这半年来你应该遭遇到真多的困难，心理调试嘛真辛苦吼。无法度啊，我想，我可能就是去互大海遗忘的迄个贝壳。是柯坚讲的吼，苏林爸甲我讲过，真奇怪吼。因为哦，有一遍我伫台北的街头有拄着你，所以我就走去庄卡找志坚甲苏林求证啊。张大哥，歹势吼，其实我无爱别人探听我的消息，而且我是安那一直到今日拢无甲阿姐甲苏林联络，是因为我感觉我过了真好，我无希望互大家任何的困扰。我尊重你，你莫感觉不自在呢？请你相信我的善意甲诚意。我绝对不是要增加你的负担，我对你是，我对你是出于朋友的关心呐。嘿嘿。你唔免对我解释啦，咱两个人的友谊本来就建立伫一个真奇怪的关系。我的秘密连我上好的朋友拢唔知影，也毋过伫你面头前摆依然无疑。我想，你应该算是上了解我的怪朋友吧。也毋过讲起来真奇怪，伫我第一遍看到你的时阵，你的影像就深深映入我的脑海里，而且一天比一天更加清楚。所以我就一直在找你，不管有意义还是无意义。其实我拄则看到你的时阵，我心肝内嘛感觉真温暖。伫个迄个时阵，我才发现，其实我嘛毋是想象中遐坚强。即摆你会当讲出来，就表示你行出来。敢有影？嗯。哎呀，咱做人啊，或者早，或者晚，或者轻，或者重，都会被上苍画上一道缺口。啊，若是这个空水咧，不管你愿意还是无愿意，介意还是无介意，拢会如影随形。所以人咧，爱慢慢啊学会晓去处理身躯顶的空水，莫去扣分讲伊是安那的存在，颠倒爱放互开去接受伊。敢问讲伊随时会当提醒咱家己，爱谦卑，爱怜悯，爱惜福。嗯？多谢你甲我讲这。我嘛爱多谢你啊，互我有机会做你的朋友。啊，也毋过张大哥，我敢会用拜托你，暂时莫甲苏玲讲我咧倒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想讲，等到有一天，我应该坦然面对过去，不再自卑，不再有阴影，我自然就去找伊。好啊。也毋过你要答应我一件代志，你要我陪你身躯边，因为我见到你是我的新年礼物，天公伯送互我的哦。哎，恁到阵过来看卖好无？哇哦！
创啥啦？囡仔大你就惊偷带了是无？你知影啥？这叫做关心啦。咱种话这工拢早晚才转来，绝对是工课伤无用。我是要入来甲讲哦，叫伊注意身体，早点睡觉。你哦，咱这店啊收收起来用无做，你嘛袂误事啦。什么意思？你会使应征了社监啊，保证你事业第二春比你第一春更加下叫。你拍食啦！你较早困较有面的，去困。来困，我来这疼。是干那负责起厝尔，安尼连这室内装潢嘛爱管哦。这个囡仔实在是，这大汉阁袂晓照顾家己，若挂着就凄惨。真好，就是你啊！要是要穿较休闲的。进来。这边请。哎，张大哥，张大哥。哎。歹势吼，我拄仔趁你还袂来的时阵，又搁入去紧几6分钟。嘿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我退。歹势呢？哎，你摕遮尔大包的物件是啥物？公司的资料。我跟你介绍，这挂吼拢是国外知名室内设计师的作品哦。既然你有心要向这方面发展，就应该多吸取一寡大师的手法和概念。对你也真有帮助哦。另外哈，我还有买几本啊国外出版的室内设计书籍，原文的哦。你也感觉伤深，我再找人给你翻译，好。张大哥，这个资料我会用收落来，但是原文书就唔免啦，因为足贵的，要若无你要我付钱。你这个傻瓜，我即摆有头路的人呢。我再讲，这挂书足贵的。我知影伊足贵的，我嘛知影我即摆无法度一边付清。但是上起码我会分期付款啊。心意无价，假使你也坚持要分期付款哦，哪能有可能你一世人拢要交我，再我来付得清哦？你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。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你。我知影伊足贵的，我嘛知影我无法度一边付清，但是上起码我会用分期付款啊。心意无价，假使你也坚持要分期付款哦，哪能你有可能一世人拢要交我，再我都付得清哦？假使你也真正想要补偿我，就请来光华商场食上出名的串冰，因为吼，我即摆已经偌久要着抓。好啊。好，行。其实无讲你唔知啊，光华商场唔但串冰好食，还有真侪物件真出名呢。行，咱来紧食。高林蛋公司进前先生去拣一支红酒送伊，我伫车顶等你。拣一支89年的雪冻，
好，无问题。干爹，我拄好刚刚看到新兰呢。你有确定？就成的啊。要若无，咱先等去看卖。给我洗一个头。之前你是讲伫对看到伊？就伫遮啊。太污啦！怎有可能洗一个头尔人就无去？是啊，那遮尔紧就无去。之前啊，查甫囝做代志得要有担当，过去的代志就甲放互过。客别甲你讲，而且我讲一摆尔，事业上要成功，袂当有感情上的包袱啊。心肝甲掠瘫痪，化梦动。安尼讲，你有了解无？我了解。敢是我验？拄则迄个，敢真是新兰？也是你厉害呢，你的头家竟然给你拍7节。哎呀，中国词句结构有，《左传》读本有，嘿，还有《古文观止》哦，哇。应该拢没有搞哈。这间店足特别的，以前阮兜附近嘛有一间甲这间足同款的店。啊哈。我想要买一个中国结，你推我紧好不？你要买中国结创啥？送人的啊。送人？嗯。你应该唔是要送我吼？我无介意。干嘛呢？无你介意啥？我啥物拢无介意。我唔管，我一定要买一个中国结送你。互你每一遍看到中国结的时阵，你拢会傻笑。傻笑？嗯。傻笑什么？我爱你以后一看到中国结的时阵，就会去想着我，想着咱两个人吃冰逛街买书的时阵，那副傻傻笨笨的样子，自然就会幸福的笑出来啊！你说对不对啊？神经！干那你一个人才无代无志傻笑。我袂甲你讲啊啦，你家己慢慢仔看，我要先来去，笨蛋。等我一下啊。这就是咱标着的20层驻商道的预定地，应该伫3年内就当完工。这9位啊，本来拢是一寡老厝仔，但是互我上帝未来发展性，找人甲主妇甲条件讲好势，拆掉登记这驻商大楼。你知影无？主妇出地，咱负责起厝，起好了后，咱来两分到地下2层，顶面6层。拢总是8层楼的利润。那呢？8层楼的利润拢总是偌济？保守的估计是3亿，建筑的成本扣掉以后，咱的利润阁有1亿2千万。不过呢，
目前这个阶段上重要的，毋是利润，是咱的名声。咱爱甲罗氏企业来扯拼，总有一天，咱会甲罗氏企业并驾齐驱，嘛总有一天，咱的实力一定会超过罗氏企业。细汉的时阵，我想讲建筑业就是敢若起厝尔。今嘛我才知影，原来建筑业涵盖的层面有遐尼宽，涵盖科学面、金融面，还有都市开发等等，是一个处于领导同业的行业呢。你讲的这拢是上基本的尔，实际上是毋通安尼尔。要成功经营一间建设公司，你毋但爱有国际观，嘛要兼顾着本地的市场，爱知影行销包装，嘛要求咱建筑的品质。总讲一句，这是一个全面自我挑战的行业。之间，你真聪明，学习的能力嘛真强，这个才情你早晚拢会当有。这就是我选择你做接班人的原因。干爹，我袂辜负你的期望，毋但袂当辜负我对你的期望。我希望你甲我的理想继续发挥，咱爸仔囝做伙来拍拼老家的事业，这才是我对你真正的期待。是，超越罗氏建设，打造刘家的天下。进来，进来。张大哥，对我行，要去倒位？我带你来一个所在。你看，有水不？有没有脱离尘嚣的感觉啊？一览无遗耶！哎，你看，所有的星星拢走去倒啊？哼！醒来！问你一个问题，有啥物人会当立伫星星顶头？是天使啊！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满天都是小星星，挂在天上放光明，好像许多小精灵。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满天都是小星星。哎，你是唔通叫做童话故事内面才有天使哦？哇，就是你真实世界内面的天使，我会当满足你的愿望，我会当让你开心，我会当实现你所有的愿望，请说吧。哎，好多星星哦！猜啊，我猜，我猜，我猜。大姐，你起啊！大姐，你袂用离开我，你袂用啊！大姐，你清醒！大姐，大姐。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满天都是小星星。你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你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你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满天都是小星星。醒来！无来吃，可是我不爱。我弟，无来吃，我弟。你免惊，
莲花，我你失礼啊！我无应该做这个危险的动作，我只是想要你欢喜尔。其实爱失礼的人是我，我真是无法度，我真是无法度。无法度接受我心，我无法度将柯谦放袂记。我就想伊，我就想伊，你敢知影？每一遍我想要讲出伊的名的时阵，我还花多大的勇气，才伊的伫个目屎滴落来之前，将伊的名讲出嘴。我拢知影。其实讲你咧看中国节的时阵，我就知啊。我无奢求讲你当马上接受我，我更希望伫你的心肝内，会当留一点仔空位互我，互我陪你斗阵忘记伤痛。你袂明白，你袂通明白。你知影我有偌恨我家己无？假使当初我若是甲伊行做伙，伊就袂跋落去山坎的，伊就袂死。我恨我家己，我恨我家己为什么要遐尼啊懦弱？我恨我家己为什么唔敢勇敢去爱？是我害死柯谦，你知影无？这阵代志并毋是你的唔对啊。人有生有死，生死是注定的，这并毋是你我会当决定的代志。你会知影，假使讲，你若要家己想袂开，要钻牛角尖，你就永远找袂到答案。所有的死结都是由一条心交织而成的。你的心是你家己拍死角的。相信柯谦嘛希望讲你会当将你的死角拍开，恢复到较早迄个开朗快乐的你啊！啊？柯谦啊，是的啦。虽然我作弊吼，也毋过是为着新人好。柯谦，你听到我讲的无？你若在天有灵，你嘛希望新人会当打开心结。就请你伫个新人从这个中国节牵去天顶的时阵，互伊变倒转来一条线啊！哪有可能？你哪有啥物有可能的？无你甲柯谦会互你答案啊！试看卖，你试看卖啊！试看卖也袂有损失啦。试看卖啊！新来，来啊，紧牵啊！
是真心的。我捌听过一个传说，相传天顶每一粒天星，拢代表每一对曾经相恋的恋人，因分手时阵所讲的一句再见。你看，今日暗时啊，满天的天星，无你卡就是柯谦，伊想要甲你讲一声再见。再见，柯谦，咱来生再见。俊华，我知影这一切其实拢是你设计的，真是足感谢你。也毋过，我相信这场魔术会这么完美，柯谦一定嘛参与其中。爸爸跟妈妈要搬去台北，你唔免惊，阮会定定转来过来你看吼。妈，转眼之间，柯谦已经走2年，咱等于是不是应该找工人来将伊的坟小翻修一下？遮紧啊！2年后，我还阁以为讲。伊去爬山，还袂落山。有一天，伊会转来我的身躯边。你话嘛实在是吼，哪会选伫个柯谦忌日这几天办什么开幕酒会？哪有什么心情去参加？妈，其实你唔通怪爸，爸是有心要安尼做的。伊以前一直希望甲柯谦会当父子连心，打下一片江山。今麦公司的营运状况愈来愈好啊，台北分公司的成立开幕酒会，其实嘛有纪念柯谦的意思。柯谦若无死，唔知有偌好。好佳在这几年，有你伫我的身躯边。你爱会记哦，爱来恁老爸斗3工，你知无？妈，你放心，我知影。想要再相逢，想要再相逢，怀念着迄段心痛的恋情。真心对待，不应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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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拜托月亮讲，予你知，阮对你深深的爱，所有的阻碍，所有。阻碍，挡袂着夜夜梦甜蜜的恋情。咱两人重新再来，搁一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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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拜托月亮讲，予你知。阮
要再相逢，